后来乡亲啊，针对这个防疫的社交的距离，咱的指挥中心有上新的宣布，这个室外至少是1公尺，室内至少是7.5公尺。若是特殊的状况，无法度达到这个距离，就要来挂喙罨。细节明仔载来公布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社交距离是针对社交，毋是针对厝内底的人。另外，苏院长嘛推出着新图上宣传着喙罨的新规定。4月初9开始，大人每2礼拜会当买1届的喙罨，1届会当买9片。讲行政院嘛有咧规划哦，要互民众会当摕这个健保卡去超商去注文，了后去超商来领货，互民众买喙罨更加利便，省时间，嘛免过来排队咯。访问的是媒体，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少爱离1公尺，那呢，甲厝内人食饭的时，敢会使放较松呢？也要梅花座呢？没有，前几天才挤在一起帮他唱生日快乐。社交距离是社交，不是规范家人。也就是讲，亲人无适用这个社交距离的规范。另外，规范喙罨1礼拜2片，刷来会使放宽。院长有发新图，4月初9，2礼拜买1摆会使买9片，无分单双号，面较细人会使买囡仔的喙罨。若是讲有海外亲人是2等亲内，会使寄喙罨到海外。2个月内限1个人上济30片，喙罨的产量变较济啊，会使较放宽的。要不针对政治，苏贞昌有伊底线。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因为中华民国是包括台湾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。他说台湾不是国家，那他就没资格当国会议员。话讲甲真重，不过最近有声音讲护照的名爱改做台湾。苏贞昌讲，这个宪法有规定，护照有印刷的方法，改名爱个人甲条约有共性。